客家电视嘅戏剧《阿我妹》讲嘅系社会大臣少年辈的真实故事，喺今年电视金钟奖入围嘅6只奖哦，男主角同男配角都入围嘅。韩国特别的系也佢入围嘅演员都未行嘅。不过因能入围，表演无分演员同出拳，所以用心来做来诠释，都会本人感动。你如果不听话哦，就像那个哦7月半的那个鸭子。 被抓去杀了，吃掉了。做等花花小子，留等呼吸，看起来那么人喜上的王献伟，也拜托阿我妹也出去地图去做司机。就算上海看起来像死些的，上海又像鲁曼的。 上一次投诉后，受雇的王灿怡作为阿爷妹，演技受到评审肯定的佢，有丰富的剧场演出经验，并参加大多出天样的演出，还加好吃各种角色的演出。我比较不会陌生，我之前也常常演一些，就是比如说黑道啦、警察啦，然后有些有的没的都比较 touching 这一块的。一开始要面临就是这个角色。 年纪变大的那个过程，它是有个过程的，慢慢变老的，就是那个过程比较有挑战性。欢迎光临，这位长官，我们这边是安乐美容中心啦，我是美容师燕梅。大班有奖，小妮妮耶，成发同5公10的酒家做酒家5，三认证本人大多模特器材，变做有名。就算人电梯的，还是有母性，建议请假来耶。 王灿怡同阿我妹也出去地图，做伊的第4妹见呢，承认状态嘅阿爷妹。对4妹来呢，做到老阿婆位，一出去做其他种角色，让阿我妹一承认做到多精彩。阿我妹最过瘾的是，她就是4个，就是她的这个女生的一生当中啊。 我之前演过的那些角色全部都串联起来，因为她每个阶段的界定也都非常清楚，包括服装美术。 对对对，然后那些东西给我很大的感觉，就是你可以知道，当你穿上那个衣服，你就会知道说啊，你现在是什么状态的人。逃家的人不可怕，我也逃过家，可是你有问题，你晓不晓得？做等人生的时钟，看起来演到有等些，个个彩上的立法表演，偷起卡口出来嘅假效果。 做阿我妹也出去地图的反派角色，其实是严肃强悍的公众人物，比到成功嘛该做唔过，用人性的弱点去控制别人，也是假效果从来盲设作为角色，为肯定新冠复读后的秘密同压力，是其其他嘅挑战。一刚开始看到剧本、看到角色的时候是其实是非常震惊的，他是。 有那么多暗面的角色，他的性格有这么多层次，我觉得对演员来说，的确是一个很令人垂涎的角色。对于真实人物改编的故事，为关怀社会大众的人物，大帮阿我妹也出去，希望影响社会关心同重视家庭，还爱学阿我妹度过艰辛困难的环境同大境隔下，用回去面对人生的态度。客家新闻齐志伟、吴思怡综合报道。